趁耶和华上帝通找到的时来祈求伊，伫三军的时叫伊，社会人着离开因歹的道路，犯罪人着改换因的念头，回转心意。因着爱转向耶和华，通承受伊的怜悯；因着爱归向咱的上帝，通得到伊的赦免。落嚟主内，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今仔日搁一摆来到上帝的圣殿来敬拜上帝。咱所敬拜上帝是至尊的主宰，永爱天父全能的君王，是至圣、听痛甲公义。请咱三甲起立，用恬静恭敬的心来唱俄罗的诗歌。圣诗172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请咱来吟全首。
请坐。请咱三甲额头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全能至尊疼痛的上帝，愿所敬拜瓦靠的真神，愿感谢你，感谢你，阁保守阮平安经过一个礼拜，互阮勇行欢喜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敬拜你。这个礼拜，你赏赐阮久久无看见的雨水。润泽大树的土地，互阮有水通啉。亲爱的主上帝，你就是活命的饼，就凭你的永远袂吹干。你是灵，是道，是真理，甲活命的源头。你藉着圣子耶稣道成肉体，牺牲受死，成做赎罪羊羔，拯救阮有罪的人来反悔，因信称义，成做新创造的人，领受圣灵，结连伫你永远的活命。你是阮世世代代心灵安息的倚靠，是阮的喜乐、平安甲快乐，也是阮的诗歌、关怀甲患难中及时的帮助。主啊，阮要感谢你，唱歌学落你至尊至悬的圣名。主啊，你有无限的疼痛、公义甲怜悯，有丰盛的主爱，你也愿离开罪恶，就近你。主啊，恳求你用圣灵来光照阮的有为垃圾，互阮知阮的罪恶过犯、甲怨恨、嫉妒等等私欲邪念，可能阮受到的伤害，甲自卑见笑，赦免阮、医治阮、安慰阮、疼惜阮、清气阮，用你的疼来充满阮，互平安喜乐，亲像江河。对阮感恩的心一直流出来。主啊，阮感谢你，你赏赐阮少年教会是领受5000两囡仔的教会。你过去有做荣光的历史，但是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要互阮看见搁较大、搁较荣光的代志。你赏赐阮一位有异象、搁会做梦的主任牧师来引带阮，你互阮教会。有家己牧师来带领查经班，你兴起阮中级会友、青年人起来，第一伫灵性成长，甲引带人信主的曙光顶面，愿众人着同齐脚步，向相款正确的路途来进前，来实践大改变甲大使命。亲爱的主，恳求你用你的面荣光变照。来到你面前的兄弟姊妹，以及伫网络顶面，甲阮同心敬拜每一位亲爱的兄弟姊妹，想使阮逐人心灵勇健，久久长长享受你的恩典福气，平安喜乐，丰富富足，兴旺顺利，牵阮行人生的每一步。阮中间有做身体艰苦病痛。恳求主圣手医治保守，也赏赐智慧、医药、疼心、安慰，互万项代志互相效力，互听主的人得到利益。愿中间也有人失去亲人、失去工作、家庭生活困难的，也有人忧郁症、忧闷烦恼、失望的。恳求主，互阮会晓互相关怀、安慰，三面的三帮站。因为你爱阮伫三庭的中间，看见你甲阮三甲伫地。阮的祈祷若合伫你的旨意，恳求你甘纳。阮也要伫遮同心用主耶稣，假使阮的祈祷，向你祈求。阮伫天的父，阮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你对你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了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免。
这条咱要用圣诗的启应文来参加启应。启应文第一篇，伫咱圣诗后面第一页所在，诗篇第一篇，咱做伙参加来启应。诗篇第一篇，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坐不万人的位。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伊的叶也袂打去。歹人毋是安尼，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阿免。咱三甲国起立来吟圣诗，上帝之权我爱称赞。圣诗11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学老圣歌队要引带咱来敬拜的是美妙主耶稣，请咱同心来学老。
美妙主耶稣是咱每一位对心底最爱唱的诗歌之一。感谢圣乐队用这水的声引出咱来敬拜上帝，有劳主耶稣。愿一切荣光归伫咱的主上帝。这条咱要来看圣经，上帝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5章第5节。马太福音第5章第5节，这是山顶的部分的其中一个。咱先来看马太福音第5章第5节，谦和的人哪里有福啊？因为承受上帝所应允的产业。谦和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要承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圣经到这，咱今日要对咱敬听的主任牧师所领受的信息，是木心系列第5，柔心，柔心，请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
拄则咱所读的圣经是马太福音书第5章第5节。咱拄则所读的是现代中文译本，伊翻译做谦和的人。如果咱来看和合本的圣经，其实是台语的圣经，伊翻译做温柔的人有福气。所以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温柔的心，就是柔心。所以咱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即时静静听候你的话来到阮中间。阮恳求你帮助阮，排除所有会影响阮领受你的话的因素，互阮能用专一的心神、较无的心来听候你的话。恳求主你帮助阮。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今日要讲的是温柔的心，咱首先爱看啥货是温柔，如果咱若去查字典，温柔的意思就是讲温和柔顺，意思就是讲，咱一般的人对温柔的观念就是讲，讲话较轻声细碎，袂安尼大细声，也是讲这人看起来较像无啥物脾气，袂安尼足容易生气，其实讲一个人安安静静，真内向，这款的人叫做温柔，这是一般人对温柔的看法。但是伫圣经中间温柔翻译做温柔这个字啦，也是讲咱拄则所看的迄翻译做谦和这个字，实际上伊有真济无共款的意思，这个字真困难翻译，真困难翻译。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praotes， 这个字其实是无真好翻译，但是咱圣经中来翻译做温柔，其实伊是指咱甲上帝中间的一种态度，也是讲咱的心思意念有关系一种性质。伫圣经中间主要有3种意义，所以牧师首先会引用一寡圣经，互大家明白讲，伫圣经中间到底温柔这个字有啥物款的意义？然后咱后半段较来看，咱要对这个温柔有一个回应。首先，圣经中间的温柔这个字，第一个意思就是讲柔软，会当受教示，会当受调整，会当受改变。咱会当比评讲，好亲像一块已经整理好，掘甲真松的土地，毋是迄个石头地。石头地真重，要种植就困难。但是即块地已经整理好已经真松真软，所以迄个种子一旦种伫即个地内底，就当真容易的会当发芽不已。比如讲，咱来看雅各书第1章21节，伊安尼讲，所以恁爱脱去一切的误会，甲惯弯的邪恶。存温柔的心去领受迄个所栽种的道，就是会当救恁灵魂的道。而且雅各书的作者伊用将上帝的话比评做种子，要栽种伫咱的心田内底。咱即个心田准备好，已经掘啊足松，即个上帝的话就真容易伫咱的心中发芽成长，这是第一个意思。就是一块地已经准备好，已经柔软的一块地。第二项意思，圣经中间这个温柔的心，意思就是讲谦卑会当顺服上帝。就是一个人真谦卑，上帝爱伊安怎做，伊就被上帝改变，顺服上帝的心。咱会当用一个例来比评，就咱亲像水同款。咱知水真柔软对无？咱若水倒入什物款诶，迄个容器倒入什物款的干仔，伊就变做迄个干仔的形状。因为倒入一个真长的干仔内底，即个水伊就被塑造成做甲即个干仔相共
的形状，吼啊，倒一个盘仔，这个水就亲像这个盘仔同款，这个形状，所以是表明讲，一个人真柔软，会当照上帝的旨意来行，顺服伫上帝的旨意来行，啊，甲迄个冰就无共款，吼，冰来定壳壳，吼，这无共款，所以亲像水同款，吼，咱拄则所读的这个马太福音书第5章第5节，讲温柔的人，也是讲谦和的人有福气。意思就是讲，一个人心真谦卑，伊知影上帝的心意，啊，佮照上帝的心意来行出来，即款的人有一种福气，吼，因为福气就是承受土地，吼，承受土地的意思就是讲，承受上帝国的产业，啊，即甲咱顶礼拜所讲的迄个心内送向的人，其实是真近，吼。就是讲温柔的人，就是当顺服上帝的心意啊。心内送向的人，就是较无上帝的旨意嘛，吼啊。所以即两个福气其实是真近啊，得到的祝福嘛是同款，拢会当成做上帝国的百姓，时时甲上帝同行，甲主同在，吼。所以这是谦卑顺服，吼。啊，咱来看一段经文，吼，这段经文上介好表现即款的特质，吼。这是马太11章29节，这耶稣讲，你乃背起我的担，甲我学，因为我的心温柔谦卑，吼，安尼恁就会当得到安息。咱知影犹太人吼，因用背某一个人，也是讲某一件代志的担，来表示顺服伫迄个人，也是迄件代志。耶稣意思讲，我的心真温柔顺服，我真顺服上帝，所以你着爱甲我学我的顺服，学我的谦卑，安尼咱就当得到真实的安息。这是温柔的心的第二个意思。咱亲像水同款，遐尼顺服，遐尼谦卑。啊，温柔的第三个意思，就是体谅，会当替别人来想。我用一个比喻，咱中，我摕一个道具来互大家看，好证明讲我平常时有咧洗碗，咱拢捌看过这啦，这是咧洗迄个鼎，洗鼎的，啊，这个物件较内底无？有人用这个洗面的，无嘛，这就是真内，啊，所以这就是无够温柔啦，一般要来用温柔来表现，就是这个海绵，海绵，咱知这海绵真特别哦，伊会当吸真侪水对无？表示讲伊会当包容真侪物件，啊，而且伊真柔软，所以伊袂去伤害别人。啊，可以当帮咱迄个物件来用互清气，啊，而且伊毋是干那袂伤害别人，家己嘛比较较袂伤害，所以你来安怎定安怎来试，伊就是袂歹去，所以温柔的人就亲像即个海绵同款，会当包容真侪物件，即海绵会当包容真侪水。啊，袂去互人受伤，家己嘛袂受伤，佮会当清洗物件，啊，这就是温柔的意思。咱看见着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4章21节，伊安尼讲：恁愿意选择倒一个？爱我带边去，还是爱我带温柔慈爱的心去？原来哥林多教会因拄着真侪问题，啊，这问题保罗替真烦恼，所以保罗就写这条批起来苦劝。保罗讲：恁若无要改变，我期待恁改变。啊，我若去见恁的时候，恁期待我早起去边去来指责，也就是我亲像一个海绵同款，带着慈爱温柔的心，替恁除去恁的垃圾。啊，所以咱就知影讲，保罗用这段经文咧对哥林多教会信徒讲：恁期待是真严厉的正吗？也就是带着体谅、怜悯的心去教会找因。啊，所以咱来理解就讲有这款的意思。
伫圣经中间时常出现即款意思的温柔吼。譬如讲，以弗所第4章第2节，讲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疼心互相宽容。也是讲提摩太后书第2章25节讲，用温柔劝诫迄个抵挡的人。哦，或者上帝欲互因悔改的心，会当明白真道。吼，伫遮保罗咧讲吼，信徒甲信徒中间，如果有一寡冲突，也是讲犯了一寡错误，咱必须要用温柔体谅的心来帮助因倒转到上帝的道路顶面。所以温柔有这3种意思。咱搁复习一遍。第一种意思是，亲像一块已经整理好、真柔软、真松的土；第二种意思是，亲像水同款，容易被调整、被塑造；第三种意思，就亲像这块海绵同款，会当包容、会当体谅、会当替别人想，佫会当改正别人的错误。所以温柔的心有这3种意思。接下来咱就来学习讲安尼咱要安怎成做一个温柔的人？咱一步一步来学习。第一个部分咱来用第一个意思，就是讲你要成做一个温柔的人咱都爱存柔软的心来接受上帝的话。咱拄则有讲过一个人要更新改变伊就爱有柔软的心嘛，咱的心亲像一块田园同款，爱整理好好势，先来掘好松，来整理好，安尼上帝话那亲像种子种伫咱的心中，才会当成长。若你的心若伤硬安尼你就无法度接受上帝的话。所以咱看见着旧约中间，上帝差遣先知一再咧责备以色列百姓心伤过头硬啦。咱看见着新约耶稣嘛是安尼讲，讲耶稣几若遍替人烦恼讲人的心伤过头硬，所以无法度接受伊所传上帝讲的信息。所以心硬的人就拒绝上帝，只有心柔软落来，上帝话就进入咱的心中，伫遐来发芽布意。咱来想看心为虾米会硬？有2种情形，心会硬。第一种情形就是心已经麻痹，麻痹无感觉，心无知啦，无知毋是讲无知识尔，无知是讲无知觉，失去知觉。比如讲，咱来看以弗所第4章17节到18节，保罗讲因的心黑暗，甲上帝所赏赐的生命隔绝，拢因为家己的无知，心内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爱行各种的误会。伫遮咱来注意讲，无知的意思是一个人的心麻痹去，麻痹到最后就变静翘翘，硬邦邦，直到安心就刚硬起来，无法度接受真理啦。心为虾米会失去感觉？就是因为咱的心拢过头形式化、麻痹。比如讲，咱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嘛是相共。夫妻中间的关系，夫妻斗阵久，感情变做形式化，结果安怎？渐渐就失去感觉失去感觉了彼此的关系就哪来哪无味唯一的办法就是安怎？爱重新恢复迄个彼此的热情嘛，爱恢复迄个感觉嘛。相反，咱甲上帝的关系嘛是相共。有时阵咱的信仰会变做形式化，形式化到落尾就变做麻痹去。逐礼拜拢来教会，坐一下，结束了就搁转去，形式化。敬拜的时阵，心思意念毋知咧想啥，渐渐就对信仰的代志冷淡，就无迄个热情，到尾就麻痹，就失去感觉。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第一项就是爱恢复迄个对信仰的热情，
将迄个感觉，恢复。咱喺电视咧广告讲有时骹麻你就无法度行对无？你若渐渐你若麻久了后，你就无感觉啊，就惨啊！所以请大家特别爱恢复迄个信仰的热情，重新检讨迄个对信仰的热情，用较无的心来恢复迄个感觉，安尼咱的心就会柔软落来。第二个会引起咱的心刚硬的原因是安怎？骄傲啦，骄傲。一个人如果若过头，我靠家己，我靠家己的才能，我靠家己的智慧，我靠家己所拥有的这钱财、名声、地位，这个人渐渐就感觉讲我靠我就好啊嘛，我较有需要上帝。当一个人认为无需要上帝，伊心就刚硬起来，就顶起来，拒绝上帝。所以圣经逐咱讲人的心若骄傲这是安怎？接煞就是败坏啦。倒边来看，那一个人会当谦卑落来，都有尊严会当对伊所以咱就爱将咱的心柔软落来，谦卑落来，去除掉迄个心中的骄傲。毋通凡事拢要我靠家己。借着上帝话，圣神伫咱的心中动工，安尼的确会当带来迄个改变的力量。所以咱来恢复咱的感觉，谦卑落来，安尼咱咧迎接上帝话的时阵，才会当为咱的生命带来效果。所以咱来到教会礼拜，咱的心毋通过头硬，毋通过头骄傲，爱互上帝话去改变咱。毋是干那知识顶面理解上帝话尔，爱互降服落来，互上帝话去改变。拄则伫第一堂甲第二堂分享了有较早领受这信息的兄弟讲，兄弟姊妹讲，这对我来讲足困难的，温柔对我来讲足困难的。就是因为困难，上帝较要改变咱嘛。所以咱就开始注意，开始恢复迄个感觉。渐渐上帝话改变的时阵，就带来影响。这是第一项。第二项，要想做一个温柔的人，就是咱要用谦卑的心来顺服上帝的旨意。用谦卑的心来顺服上帝的旨意。我常常咧讲，世间分做三种人。第一种人叫做悲哀的人，也是讲无知的人。这种人，伊毋知家己活在伫世间要创啥，毋知生命意义，无正确的目标，懵懵渺渺过一世人，做代志就马马虎虎，过一天算一天，这种是生活伫无知的中间，是悲哀的人。我相信咱大多数拢毋是即款人。第二种人是痛苦的人，这种人伊知伊人生爱有目标，爱有意向，伊甚至嘛明白上帝的旨意，但是因为家己的软弱，也是讲即世间的有限，对世间的迄个软弱直到伊无法度完成上帝的旨意。这种人是上界痛苦的人。圣经中间有一个人，就是这个人，就是迄个找耶稣，迄个少年的官。我书包讲过伊的故事嘛，有一个少年的官，伊是社会中间真有地位的人，嘛有真有学问，佫是正人的领袖，而且伊佫有真侪钱财。耶稣一看到伊就真介意，伊来找耶稣一看到耶稣伊就用走的走来看到耶稣了跪落去，对耶稣问一句话讲：先生，我要安怎做？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所以伊较无迄个永远的活命。耶稣对伊讲：你爱照律法安尼行。伊讲：我自细汉就拢照这律法咧行。然后耶稣来讲一项，因为耶稣有看见着伊生命中间有一个捆绑伊生命的物件，伊就讲：你爱变卖你所有的财产，去真济送养人，过来跟对我。叫伊听到这了圣经讲啦，伊要安怎？悠悠悄悄离开因为伊无法度放弃啦，
无法度放弃这捆绑伊的钱财。所以，这个人是上较痛苦的人。伊明明知影上帝爱伊安怎做，但总是就是这世间的代志的诱惑，直到伊无法度行出来，这是上较痛苦的人。第三种人是幸福的人。这种人，伊知影伊人生的目标是啥物货，伊知影上帝计划是啥物货，然后伊有能力、有信心、有勇气起来完成。这种人的生命有一种特质，就是伊会当用温柔的心来顺服上帝的旨意。咱头前有讲过，人的心若柔软落来，会当互圣神伫伊心中动工，会当带来更新改变的力量嘛。当时人也必须要用温柔的心来顺服上帝的心意，来实行出来。所以，咱拄则所讲的第一点，甲即马咧讲的这第二点，其实有一个真重要的关系，会互相影响的。就是讲，第一点是将咱真硬的心来柔软落来，互咱的心拍开，咱的心会当接纳上帝的话，接纳上帝的心意，甲改变。然后第二项就是，咱用温柔、谦卑、顺服的心，来拄起遐无愿意降服的意志，会当伫生活中间将上帝的命令来实践出来。这种是上界幸福的人。用这个咱的财政实物的这个例来说明，咱拄则所讲的第一步，就是互这个土地会当骨互松、骨互软，互经济伫遮会当发芽成长。第二步就是爱拄起这个食物要生长的过程中间会不良的影响，或这树会当生长、开花结实。所以这两项爱互相来作用。最后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要成做一个温柔的人，就是咱要用体谅的心，彼此互相款待。用体谅的心彼此互相的款待。咱拄则有讲过，温柔的人那亲像海绵同款，伊心灵无真容易受伤，也袂互人受伤。这款温柔的心，拄是促进人甲人中间关系和谐上介好的态度。所以温柔的人伊会当促进人甲人中间迄款真实的和平甲和谐。咱伫圣经中间看起，咱用一种动物来形容耶稣，啥货？就是羊羔嘛，羊仔。这羊仔是完全顺服，遐尼温柔，顺服到落尾，甚至将家己献上来，为着拯救世间人，牺牲家己。因为伊会当去体贴众人的需要，而且带互世间人祝福。所以关系这，咱有两点要来分享。第一项，就是要用体贴的态度来思考。体贴的心，就是讲凡事拢徛伫对方的立场来想。因为人甲人咧互动交往的中间咱常常拢会徛伫家己的立场咧看所有的代志。因为咱有家己的立场、家己成长的背景甲经验。但是咱因为徛伫即款的态度咧看的时阵，咱的看法就真矮。但是如果咱徛伫对方的立场、对方的情形来看，可能就无共款。我常常看见着有真侪家庭中间的问题，有时老爸怨叹囡仔无要顺服、陪力，囡仔怨叹老爸无了解伊。但是，如果咱互相徛伫对方的角度来看，可能迄个结果就无共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甲人中间咧交往的过程中间，咱来尽量徛伫对方的立场来看所有的代志，会互咱的判断甲决定更加客观、更加合伫真理。所以，第一项就是要用体贴的态度，互相徛伫对方的立场来思考。第二项呢，如果咱中间有人犯错的时阵咱来用温柔的心来处理，才是真正确的。因为咱伫人生的过程中间，特别咱活踮伫一个
群体生活中间，总是有一寡人，无小心去犯着错误，造成一寡伤害。但即个时阵吼，咱着爱安怎？毋是指责，毋是来辱骂，来批评。阮倒转安怎？圣经同咱讲，兄弟啊，如果有人恶人被过犯所赢，恁属灵的人，就爱用温柔的心来挽回转来，爱用温柔的心来挽回转来。因为有时阵咱用定罪、用批评、用指责的方式，真正会造成一个倒病的效果。咱批评伊、指责伊，是希望伊会当改变，但是往往因为咱态度的缘故，直到伊伊就离开啊，无法度接受你的劝解。咱总是如果咱会当用温柔体贴的心，特别咱的谦卑，咱充满疼的行动，互伊知影家己错误，会当回转转来。因为咱咧看每一件代志，是讲每一项所犯的错误中间，咱爱去理解讲，如果咱若踮伫伊的情形，有可能咱嘛会跋倒，咱嘛会失败。所以用即款体贴的态度去看的时阵，咱自然而然会当用温柔的方法来劝解转来。所以咱今日有学3个温柔的态度，加3个温柔的回应。这拢毋是真简单的代志。这对大多数咱中间的人拢是真困难。我嘛还搁咧学习中间，但总是咱祈祷恳求上帝找见圣神来帮助咱，互咱会当活出合伫伊心意温柔的心。这时阵牧师要替大家来祈祷，咱将咱的目睭起来，咱听见上帝的话，互咱才做一个温柔的人。咱应该爱，你每一遍领受上帝的话时阵，就备办好咱的心，亲像一块备办好的餐园来领受上帝的话。当咱领受上帝的话了，咱也爱亲像流软的水，被上帝塑造，被上帝改变，被上帝更新。最后，咱也爱亲像温柔的海绵同款，会当包容真侪过失，会当挽回迄个犯错的人，互咱甲人中间充满了和平。如果你听了上帝话，你要做即款的回应的，你会当举手，牧师会替你祝福祈祷。感谢主。好，咱举手了就当放落来。另外，咱中间嘛有一寡兄弟姊妹，可能你拄着心神肉体艰苦的事，有人伫病痛中间，有人心内拄着忧伤。如果你需要牧师也是代祷团队替你服侍祝福的，你会当将你的手举起来。咱的代祷团队的人会来服侍你。咱请代祷团队的人来准备。好，咱这个时阵有淡薄安静的时间，咱每一项目睭闭起，咱替咱家己祈祷。咱替咱家己祈祷，求上帝互咱才做一个温柔的人，有温柔的心，温柔的心。需要人替你祈祷的，你当手举开这代祷团队的人会来行到你的身边来替你祈祷。中间有姊妹咱会当。咱同心来祈祷，心的主，阮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阮真心知你以爱阮，才做一个温柔的人。主啊，阮恳求你，伫阮每一遍领受你的话的过程中间，你就柔软阮的心，互你的话伫阮的心中发芽布意。恳求主帮助阮排除所有，互你的话伫阮生命成长的这因素，阻碍阮成长的因素，互阮会当
因为你的话会影响活出合你心意的生命。主啊，恳求你也帮助阮保守一个温柔的心。当阮甲人中间拄着无和谐的事，拄着冲突的事，阮会当用温柔的心去面对所拄着的事。当阮中间有人犯错、有过失的事，恳求主你帮助阮，会当用温柔的心将伊挽回转来。阮确实，你的旨意是安尼。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我第一遍伫你的面前举起手，遮的兄弟姊妹充满你圣神的气力，活出合你心意的生命。我也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第二遍伫你面前举起手，遮的需要帮助的兄弟姊妹，你亲自安慰因、保守因，互因心中恶担当的事得到消除，求主帮助因。我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所接，请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274首，求主施大恩，互我来亲近。请咱起立，圣诗274首来吟全首。Amen.
请坐。所接咱要来奉献即只我代表少年教会来欢迎头一摆来教阮中间教阮三角敬拜兄弟姊妹。若是你伫外口还未体验迄个老名卡，伫你座位头前有迄个老名卡，请你天天的交收奉的执事，我呢通有机会来介绍你，欢迎你。即条请咱用奉献来做咱礼拜的结束。上帝，阮感谢你，你会听长看关心，伫阮生活中赏赐阮逐项教育。阮即粒将你所赏赐的，阮所看做过去的，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甘纳，互阮诚侪你欢喜的器具，来为你做工。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着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即条我来做简单的报告。咱伫周报内面有2点较重要的，爱来互大家知以外，爱请大家来家己过目。第一点就是总务委员会有消息，一个礼拜二就是6月19下晡5点起，大楼咱要进行年度的
困扰啊来堵塘，所以迄间大楼都无开放使用。咱会友若伫奉献地有写名的是，请咱用较正楷来写吼，较免潦草会通互咱较容易登录并且配合办理。咱教会伫平安墓园有几若真侪买真侪迄个墓位吼，咱对会友的优惠的介绍，咱每单位对15万，甲要调整做17万，这是对7月初1开始吼。若有需要的兄弟会通咱若有要较早前买，就会使甲咱的行政中心徐兆平主任来洽拍。第二点就是教社委员的消息。伫即个礼拜二6月19顶埔，咱双年大学9点半有举行106学年的学期的毕业结业感恩礼拜。咱双年大学学生的作品展览伫6月19到16到19日，伫教会9楼联谊厅、10楼的走廊以及7楼的走廊有展出。欢迎踊跃来欣赏、来鼓励。咱双年大学明年度107学年的新生报名已经开始，要伫9月初来开学。若是55岁以上，咱就有即个资格来参加吼。即个欢迎亲朋来邀请亲朋好友来参加。以上2项报告。今仔日各团契聚会有野子团契、家庭团契、迦南团契，拢有聚会吼。请咱来滴。教界台南新人院伫6月20拜3，台湾新人院伫6月22拜5，拢有即个毕业典礼吼。教界消息以上。即条咱要请牧师来欢迎来宾。大家平安。首先来介绍咱的来宾，有一位吴建勋先生，对美国回来。吴先生，吴建勋先生，好，可能伫外面哈。好，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位敬拜兄弟姊妹，无介绍着。牧师来补充报告哈。咱即礼拜的查经班暂停哈，因为拜二下早要举行即个双年大学的即个毕业式哈，所以毕业礼拜所以咱的规礼拜的3个查经班拢暂停哈。拜二下暗咱若要喷即个药哈，所以即礼拜查经班暂停一遍哈，后礼拜继续哈，所以请大家注意即个哈。搁第二件事就是讲，等下如果咱中间有人需要被带到服侍吼，咱请即顿结束了，咱留伫礼拜堂吼，来坐第一排的所在吼，所以因为咱遮会变做开放一个祈祷的所在，所以请大家吼，等下离开的时尽量莫伫即个礼拜堂内底讲话吼，会影响遮个带到服侍时间吼，这是牧师大家补充报告，多谢。请咱来吟上行的诗510首，我若天顶主宰，请咱起立来吟。吟诗煞，咱请主任牧师来作导。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恭受差遣。